社会中常常看到真侪成功的人士，咱看到的是因青影的一面，煞毋知伊是下偌侪功夫，才有今仔日的成就。古早一句俗语话讲：看人担担免出力，意思是讲，看到别人在担担，才有干那爬咧。掠准迄是一件轻巧的代志，等家己嘛去担迄个担的时，才知影要加行几步啊，拢真困难。咱会当应用这句俗语来形容人看轻工课的艰难度，嘛挺好提醒人，毋通干那出一支喙，要知影每一项代志会当成事，定着是靠实力的。